收看今日回来呢个节目，哇！今日大家咧讲嘛，家咧客家电视台咧研究推出一新个节目，乡亲通乐会，是希望讲所有个乡亲朋友吼，系讲你为所有个菜艺都做得来，就了只片推到大家咧点一下。到底系用呢个节目咧，主持人又系嘛啥？先来看只短片咯。大家好，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唔系要当到春你上爱表演的呢？你是唔是上我表演啥地模机飞呢？一下唔是觉得呢，客家电视台有全新嘅节目，乡亲同乐会来哟。你要去到莫中央嘅地方，老大家嚟见面哦。上爱表演的乡亲朋友记得来哈。乡亲同乐会，大家来上边。今日咧，欢迎来只新节目嘅节目主持人吼，今日马上咧，佢系呢个客家甜心朱慧君。Hello， 伊丽姐好，福喜来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慧君。除了慧君之外，还有马上咧，当然是你的小王子哦，大家好，我是吴永斌，伊丽姐好。咱两傻今日来讲乡亲同乐会，大家来上边。默契真的很好这个没有蕊的，这没有蕊的，对，这没有蕊。唔会 NG 嘅，我们讲真今日请访问时候咧邀请我们海军，你现在是我们客家甜心诶，客家甜心。没有啦，是蒙太家啦，本来要给安定一下个封号。一开始讲的时间吼，要请快些，对冇？嘿呀，哎呦，按快些啦。讲究的就果然成真的，真的。对，出去的时候吹丝虫油嘛，哦，甜心来咧，哎呀，甜心送一支虫诶，真就这样一支，真劲嘿，真劲嘿，你要吹丝虫，我吹丝虫啊，你要买菜？哎呀，做你的朋友，做你的妈妈，铁路卡你煮吹别人吃啊，明日吃萝卜会逼嘛哦，哎呀，唔讲还同你讲吼，海军觉得吼客家甜心唔拉。好，你嘛改掉客家甜心加唱跳歌手朱慧君，有冇？唱跳歌手是属于另外一个冲国的部分呐，系啦，所以他摆有冲国，他摆主持，他摆做来宾，哎呦，他摆有当时吼，我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定位了。可是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艺人。不简单，嘛介意啦，是噶，甘之如饴。对，有客家甜心，就有小王子。哦，小王子是你自己取的吼？唔系啊，唔系哦。俺妈都以为你在同海军这穷哈有冇？你可以甜心，哥哥你是小王子，唔系哦。唔系，就自己随便乱想啦，就可能咩系制作单位，然后很那个封号，会批下那个。海军姐姐，太客气了。不过真的是甜心加王子。他真的是第一集的时候，第一集乡亲同乐会可是6个时间，T10到T10的时间。一开始讲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用兵的时间，后伊嘛讲安踢突，对他可能不太满意哦。今天好好来问他，后来有满意吗？后来有满意啊。已经最满没差，哎呦，客家小王子，客家小王子，真的，我一直都很喜欢客家甜心和小王子这个名字。不过公司才发现，他有个新的节目《乡亲同乐会》，就是海军跟永兵共哈主持的。哇，这个节目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是用的节目。其实吼，一开始的时间，大家拢知，观众朋友拢知。我来看俺们节目的时间，一听提天时地利，让看得懂俺们大家艺人朋友嘛。俺们他白天聊天的时间，好聊，真的聊天里面会蹦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火花，就讲，还没有可能吼，干一些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东西，直接带入到乡亲去，直接带入到每一个县镇去，以老太家见面，不然能约到艺人朋友可以老安的乡亲朋友亲近距离，然后加上平常时拢睇可能艺人表演，那有嘛嘅呀？我俺的艺人朋友可能乡亲朋友的表演，对，而且很多时候太家会发现嘛，高手在民间，真的高手在民间，对，真嘅呢，你那个乡亲同乐会那个节目哈，录影3次了，300，就看到东多嘅传言，奇人异事，马开就有。马开就有，他每一大礼拜二安尼6样的时间哈，也就那边有兴趣的传言哦，看到配音的传言，哎呦变魔术的他也去跟人家学变魔术，跳上台子嘛，贴藤人跳错嘛，还有嘛还有冲上台跳啊，冲上台跳的啦，啊各位还有大锣鼓的啦，还有安尼的
你打钳的啦，民俗技艺的，他全部都会学。变魔术你不相信的话，你叫他像翻跟斗，翻18圈他也会。冇按鬼啦，冇按例会啦。不过保命有限制吗？其实冇错嘛。保命冇限制，只要唔敢秀，唔敢等，就反正夹夹来保命。系啊系啊，因为吼，你知乡亲同乐会，顾名思义啦，就是我下乡去留那个乡亲朋友，向下来同乐，向下来表演，向下来拿奖金。哦，我觉得很好哎，这种感觉。真的，而且要暗灯，对不对？我想也没有评审敢按1颗灯。就像有一个桥段的时候，那个耍剑的有没有？就 game 呀，耍 game 呀，吼！一 game 一拿出来，喊前不够，老师请按灯，全部按满分。来记得还没表演，喊嘛？来记得有一些的，有一个来宾他是驯兽师，给带一只德国狼犬，狼犬，迄头演嘅係冇？咩头演呢？条粉呢？條粉嘅，哦，条粉蟲嘅，嗰陣人吼，就是帶一隻病來喊個狗胎，驯獸師，一站起來真的會嚇死人。然後老師看到還沒有說請給分，也就全部都滿分。全部都滿分。熬夜。你懂漢語？哎，不過真的挺有意思，因為公司就像海軍講的，其實這個節目的目的其實挺簡單，我們就是下鄉。跟大家接地氣，大家向下來同樂，就會同樂會嘅意思。不過一開始嘅時間，我哋客廳講一路向下來做一個節目嘅時間，大家包括我們的辛苦的工作團隊們，也有一個疑問，就想講，哎呦，真經有按到鄉親朋友講嚟表演啊，演真經，我哋講電吹耳嘛，除了唱歌以外。還有青島吹耳都可以嗎？真嘅要按到你曉得吹耳哈，哎，冇簡單呢，臥虎藏龍啊，真的，到處都是奇人。我的感覺是這樣，就是有時候哈，給到店給吹耳，不一定是我們想象中的那麼的專業或是最怎麼樣，可是我覺得重點是大家向下來快樂一下，是一種感動，是一種感覺，然後是一種本身係客家人，我剛剛講，即有青島客家鄉親為了保命，就剛剛客家人聽客家人一種幸福跟溫暖的溫度在的，會讓人家覺得，即使講伊係素人，即使講伊冇青島時間去rehearsal，啊，唔過伊呈現本來能看到的時間，啊，禮拜天旁邊看的時間，眼眶幾乎都是泛紅的，真的，我都會覺得說謝謝你們。千絲萬能大家，讓伊來參加我哋鄉親同樂會，啊，幫我哋按到，所以迄個係我哋嘅福氣來嚟。真嘅，好會講。如果大家講所以按樣，因為你的第一拜6樣嘅時間，我要去看到，我嘅感覺係按樣面，除了主持人非常棒之外，我嘅感覺係有青島嘅鄉親們其實70歲、80歲，你就大家想一下，你80歲的時候你會做什麼？如果我們還存在的話啦，對。可是你看，記得有按樣給你嘅親，記得80歲，他們還要這樣子來表演，我覺得這很難得，按樣就挺難得。我們80歲可能還在百貨公司。你在逛街，唔會同嘅，你唔會同嘅。我爸都喺百貨公司 shopping 有冇買東西？如果公司按後面，後面。不過其實亞拜係海軍同永斌第一次合作，對嗎？真的。超嘛哈，永斌，你冇有壓力冇？誒，我緊張咧。佢睇牌呢？點？冇嘛，睇我未講。真嘅咧。冇啦，其實說你感想，其實我很想聽。對，我到現在合作到現在蠻。你係講真嘅嘅哦。真嘅啊，其實吼，第一拜主持吼，那個客家嘅全客語的電視節目，其實吼，啲海軍姐姐嘅旁邊吼，嘅身條唔會緊張嘅，真嘅唔會緊張。唔會緊張誒。是沒有把我放眼裡。沒，因為我嘅客家話啦，講的不是這麼樣的輪轉，啊唔過吼，啲佢旁邊。我想要表達的方式啊，想要說的話，其實哦，姐姐都會幫我做一個完美的詮釋，她就會給我一個莫名的安全感，莫名的安全感。因為就像我哋講，我哋自家干，等於是整個電視台挪到現場去，攝影棚、樣棚，搬出去。第一個，我們我哋有青島，我們不可能先預知的狀況，咁按到鄉親籌一啲。
带下看俺能量啥体推当过，可能当然要干摸100分，嘛要有88分，对不对？那当然就是互补，因为一块4的时间，他的个性一开始比较慢热型，俺爱可能嘛渐习惯呢，好渐习惯，我是人来疯的人，所以一站上舞台，我真的吓死了，那个舞台狂。对，下了舞台之后，我就是一条虫，所以没 Q 用了，所以是互补的个性。慢慢的听呢，俺能有也 make up 啊，默契有合得到的时候，亲家亲孙哦，所以其实回去到用兵呢，去咧主持了只乡亲通路费，其实有当到动有意思嘅事情，其实我看到当到冇去用嘅乡亲朋友来带来一个动有意思嘅表演。其实用兵度回去信号呀，好多当到大家可能想唔到嘅事情，还有嘛嘅小扣做得到大家咧分享吼。像你嘅乡亲朋友先聊下，啉下茶咧，你等下陣咧好好咧，然後記得來分享一下。就咧绕墙来，你客家嘅天性海军还有永兵来到节目地度，你看一下海流，一下溪，有冇？真嘅，因为永兵家里也是讲海流。俺本性唔会讲海流，两下就唔会讲海流，会变成四线海陆腔。哦，伊真奇怪，你话，伊等于讲有永兵一个人吼。提一个客家话一个地度啊，伊乜个强调拢晓得讲，伊就像俺哋台湾就像伊粒番薯嘛，吼，伊下摆伊讲伊出生地是在这个地方，国小到国中是国小到国中求学的生涯是在桃园中大，又有带过闽农，闽农迄七家嘅外婆。老外公带嘅地方，还有新竹嘛，伊带过，台风伊嘛带过。有啊。俺咪把去到来啊吼，一块虫的时间，伊就会讲，吼俺黑金边那边的地头蛇，我说永斌，这个上次讲过了，没，俺真给黑一片啊，我带路没有的伊嘛去过，哇，真太厉害了。真嘅啦，俺老人讲哦，俺你六样吼，去桃园、新竹。台分3个地方，全部就喺我一生当中的算是一个家。你有一个阶段的给片，从台分、桃园，你们还去过新竹，还有他是大地主。冇啦，地很多。我从小就是在桃园中立长大的，新竹喺我爸爸嘅出生地，所以也算是我的老家。闽农喺家婆。嘿台分吼，迄扎先生，林展义先生，嘿展义先生，国家大佬，我去家福卡学创国风2年，几个片带的，带2年了，是叫黑叶片的，做饼用的啦。真的，你看，所以你看，你够用比亚哈，其实跟着海军姐姐身边，也是同海军姐姐学习嘛，对不对？没有，俺的 Q 哈学习，公司在这好好 Q 哈学习。你讲第一次踢败同你 Q 哈站在那边主持的时间，你会竞走，是因为感觉你让他有安全感。不过泰卡都迪海军亚黑老年大旅头嘅主持人嘛，你同罗哥 Q 哈，不过你同罗哥 Q 哈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看你也是很稳呢。我讲还挺奇怪呢，他们有的吼，一个人都，算是人来疯，人不点，人来的时间，青多1年的时间啊就1分去，因为你既然你接嘅一个工作，就代表你已经有准备好，你样敢接一个工作，接嘅过后呢，你就可能要去思考，比如说我一块时间，让人家打擂台的时间，我一时间也是一开始会有担心，但是我就像永斌一样，站在牛哥的旁边的时候，就像你安呢。可能有一种安全感吧，对，因为顶牛哥大概的节奏感大概是怎么样，就顺的稳的安温顺的这样子，所以呢，就是
在很短的时间，牛哥也是有嘛有高矮，我就逼着我一定要速成班。不过俺是都唔系速成班，因为俺第一拜吼，看海军统罗哥在留给闹那大腿头的时间，俺就知道讲，哎，完全不会怕，因为毕竟牛哥很黑前辈，有吗？对，站在牛哥旁边，看一落也黑轻强手。不过公司采访，因为同期搭档，对，唔系按键单按过一件事情不过海军就。我爱吃到黑牛哥有一些招架不住，爱跟刚刚按钮你，我跟拿着麦克风给他用，哎呦，给他按钮你还就没用对，我就知道哦，这个很厉害，对，这个。相信每一个主持人心底都拢有一位主持的偶像，然后那个偶像呢，其实是陶子杰哦，对，然后就想讲他能文能武，他摆可以用讲下来，像伊丽姐嘛用讲下来，他摆你要叫他表演冲国一嘛晓得，所以每一个人情都为偶像无穷用，像爱冲国的偶像嘛无穷用，那主持的偶像嘛无穷用，会先去模仿先模仿他，模仿。旧的时节，这个要做功课的哦，你就总已经比听网络的时候，你就会识噶，比如讲朱海军的风格，好，所以识噶给一个风格的给片有没有？而且我觉得海军讲的很好，就会嘛该，因为艺人就会按钮你站上去之后，你就是艺人。有没有你离开那个舞台，在化妆室要去休息室跟用给你自己的个性私底下。不过海军一站上去的时候，哇，就很稳。那个气度就很够，这样这是一种enjoying 的那种感觉。我就是想，我是个必须要先享受台下观众朋友看到俺的亮茶，让我吃到讲哇舒服哦，好好看哦，哦女的真美，男的真帅。不过公司采访，要不要真景喺情况，一周在看到海军统用兵按用给在课台还第一班按用全新的组合呢，真景。嗰时候其实根本也有准备一些大家行忙看过嘅向前统一飞嘅短短的片段，因为我们还没有首播。这个礼拜就会首播，我也还没看到，你也还没有看过，你还没看过，错吗？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你冇看过，上去看嘛，看一下。懂这种呢？有冇该后生？俺妈唔理，给大家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大家好，我係幾拜人，我係手條按到不切。亮啥就会不打不亲，嘿嘿。哎呦，哎呦，喵啊！所以你们有印象吗？有印象吗？有呢。有嘿。有印象嘅先生。嗰種係你切蘿蔔是寫神嘅吼。生旦净末丑嘛，丑小丑角，负责搞笑出来是搞笑，所以小男，而且很年轻，青春嗓就是因为年轻，然后来接触这个工作。超快喜啊！今天有唱到嚟中人哋的評審先生啊，什麼你呢？你好厉害啊！这个梗完全没想，完全没想。哦，你要懂厉害。哦，要懂厉害，以亲厉害，真顶海底。要怎么起来？你讲劈腿啊？以面海底的天创海底海军有请泳兵，一个泳兵马上吓到冒汗。冇啦，输退了。哎呦，这个也很用他的播吧。唔好按用啦！干什么？一上来就欺负我！哎呦，被挺同呢。你先。所以有时候其实还是会看到永清朋友待的扣你凶都母凶都给表演就会按容易，赏心巴豆太卡就巴豆讲，扣你就会按容易，够其实超出你的想象。像这个弟弟亚黑啊，他说唱艺术真的很厉害。按亚黑做给轻音整黑按容易，那当然也有那种整个像社区的按容给团出来嘛，对不对？他冲版，木头版，对。我看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那一段，我觉得你们真的太棒了，真的。对，
其实呢，全部都冇你冇看过，冇看过，系啊。跟你一下看讲过很样的，我知道。原来我们这样子，原来你们这样子。冇咧，你动欢喜啊，我觉得那种。你现场嘅农业嘅感觉，全部都有表现出来。有表现出来哈。不过讲实在话，看到安永嘅精彩，亚美的精彩都很精彩。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个片段，你们就会知道下次再下乡的时候，那个情绪会不一样。对，哇，真嘅。也是第一百看到，第一百看到，第一百看到，而且觉得很超，有跟你想象不一样吗？完全超出我的想象。真的，我在想讲，因为毕竟吼，俺的迄段呢，冇共用的地方的话，它的设备毕竟没有像棚内的这么的齐全，必须要坦白说。可是呢，俺的制作团队跟后制呢，竟然可以做啊多呢，真佩服我们的导师，真的佩服我们的。他们花很多力气去整景，而且刚才你们两个用他表演跟默契好好哦。俺的迄上到上夜时间，俺比如俺做嘛个。永斌呢，他把就跟上来了，他帮他看到永斌，一开始以为熊的表现，不过他的表现就表现到一半，没有啦，那我就接上去，就一进一退，很像是跳恰恰一样。真的，泰卡看主持你会知道个，某妈该是亲后谁按用，其实泰卡会底，其实那是真的有功力的，其实那是对，那是要做功课，因为有时候青狗跟永琪没有看主持你会知道个，哎呀亲后谁听听啊，两个人拿着麦克风叠共发，其实公司采访按用给主持很多真的是靠临场反应，对，爱看永琪同罗威爱给感觉还按用，以比给用啥吼，有他们自己的主持。有做功课，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两个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歌手，是，我觉得这个好棒，所以有时候你们会运用你们自己歌手的有冲口跟能力，像刚才那个合唱团你们不是2步3步吗？对，而且动到亚哈跟世界永斌还可以搭上来，对啊，我就知道安永真给，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去过3个地方了，沙哈呢你们会去6队。屏东嘛，就你嘅故乡啊，我故乡啊，闽南嘅隔壁乡镇，你嘅故乡。就喺呢禮拜日嘅早晨頭就會開始到客家文化園區6隊哦，屏東嘅6隊客家文化園區，都係好呢禮拜日也首播，对，那怎么辦？都大家去看表演，也還第一幕下看電視。白天的時候，夜市頭嘅時間去看表演，暗晡頭嘅時間看天師哦，還沒清好兩全其美。真嘅，那天師看後又搬電走嘛，再回來看表演。其實後面他有台灣嘅參賽者，還有包括喺假如講還前準備好而來參加，冇要緊，可以相同的報名來同人哋同歡同樂，可以坐帶下做觀眾朋友。真嘅，看機會看一系列的時間，下一種啊就有信心了，就有信心咧，錯嘛吼！哇，還有嘛個精彩嘅故事，就得歡迎同大家聊下，等下就同你講。今日當歡迎就咧繞場到回歸到永斌呢度節目地圖，讓大家來分享一下新嘅節目《鄉親同樂會》。對，我覺得真的其實還沒播出，就有青島嘅鄉親，其實已經給我們很好的回饋了。聽說，可是我還沒剛一看呢。你們剛一看，就好像我們要辦一場演唱會的時候呢，我們要去看售票的狀況如何的那種心情，不敢面對，我不敢看。那個手機呢，我會按到，比如鄉親同樂會的那個臉書或者是客家客家天師團的臉書，那一打開的時間，很多啪啪啪很多留言，我就繼續擺在那邊，我就手分遠遠的，豔。對，我講錯，不過講實在話，還是要鄉親真心請等一下。到目前為止，看到都是非常好的反應嘞。我就想說，都還沒播出呢，都還忙，8月5號還忙播出，記得就有按樣嘅反應。我記得第一擺吼，我有去嘅龍台，你都第一擺錄樣嘅時間，其實客家文化演經啊，對，紅豆餅嘅餅葉，紅豆餅，有是多嘛，那個紅豆餅很重哎，我真的，而且因為我去探班，我去想講，哎呀，我帶飲料，我想太家就喝飲料貼豆了，因為有太多塑膠的東西，我就想講帶紅豆餅，不過去到改變成。因為迄第一擺留言，大家貼無限嘞，
我觉得大家都好严肃。我说工作人员啦，因为很努力嘛。然后我拿了一个红豆饼，还不敢供发，你知道吗？我就放在那边，我说，这一片有红豆饼，大概还小的时候。很严肃，很严肃。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红豆饼？你第一拜6样哈，6样给 tempo 还没有抓到。而且第一次，我记得前3场的时候，我跟海军姐姐可能还在抓彼此的默契，是，嘿，就会有一点紧张。你那时候永斌真的供发很诚恳，有吗？都好认真的供发。对，但是听他讲话哈，真的你要。出门前，你讲到今天要向前同乐飞时，你必须要喝2瓶的鸡精，才有力气，才有精神，好好的听他讲完话。为什么？因为讲清楚，清楚，讲法他有时候求好心切，他不会想讲。那今我讲回六，还是讲回佛？我叫凶害，凶害就跳高了。不过我觉得就会好心吧，从某不一定这一季下来，你给主持功力，谈海军姐姐，你就大增。真给哦，我觉得主持相亲朋友好喜欢他，你知道吗？真给，就每一个他真的师奶杀手级的那一种。看不出来哦，真的相亲朋友啊，我为了他找你啊。你下次开玩笑，从讲谁位哈？讲真嘅，讲真嘅，讲真嘅啦，真嘅，真嘅。里面就买鸦片就有青懂，你看哦，这只是制作单位印出来1张而已，其实这个它可以印1叠。泰卡叠 FB 留言，泰卡都冇看过，比如讲 T 一个就会讲，哇，这个感谢这个向前同乐会制作单位有按后嘅。节目有冇？里面做得拿奖金，有没有？意思啦，其实这个哇，工作人员太辛苦舞台上的经验丰富哈，他说，可是迄天摆不受有小鹿乱撞的感觉。比如说其实向前的表演的时间，他们是很紧张的。对，我就记得我第一摆去看刘洋的时间，我后背有冇就抽定一个向前。我就用看啊，因为我要像海军讲的，很 enjoy， 轻松舒你们在上面的表演，这样，他突然拍我肩膀就哈抖，有吗？卖事情，不要乱回头。然后你讲嘛该？肚子会不会痛？你这样讲，他讲，你同我讲，我知道按用个节目亲口，你说，你这样跟我讲是嘛意思？他说，我要亲口看个脑眼大舞台，不过个脑眼大舞台，冲高的天天。又做得跳舞，变魔术，又做得讲鼓，对，大嘴鼓，就马改就有，我知道今后呢，那时候才在录，好像第3集，他讲阿里青台，他就讲，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哈？我说还忙结束，他就问他100还买时间。其实我们录那个真的很艰辛，就从有一种实境，然后那种。我觉得比出外景还要再激烈。分享一下，你有轻艰辛。100出1就680。你看一个节目一日咯，一日当中就要680，要很专注。哇，太专注了。是，而且要盯住。你整一天，其实柱子你就要用，你鬼你要盯住，所以那个状态要好。对，所以就必须要把精神放在看节目。其实我就会。我的想法就会讲，我该当做黑的主持的工作，那就是我开心的做节目。但是我今天跟台下观众朋友共用，黑的看表演，黑以黑的办法，奖金，我来留向前同，我来留现场嘅向前，向下来同乐。对，这是你嘅节目嘅宗旨，向前同乐飞。我觉得太敢了，想飞，就会达到这样子的感觉跟效果。系啊，就会老太现场嘅乡亲朋友，向下来看表演，向下来参加呢个节目嘅录影，安样就当好。真嘅做鼓手吼，会鼓励大家，迄讲有嘛该找伊像点的吼，50件真嘅。你迄讲像冲高冲到海军，也系用兵按用嘅，可能轻难啊，唔懂啦。讲笑，等下乡亲要会骗咯。咪冲到前后啊，係啊，係啊。你做啲來到按用嘅舞台同海軍還有用兵做啲表演下啊，從冇吼。迄講你要跳舞，你要做得來。唔過迄講你會唔會跳舞，比如什麼都可以，就像永斌那時候講的馴獸師，訓練狗狗的。他也差點要去報名那個冇啦，我會報名，對，我會報名去變魔術啦，會讓海軍姐姐變不見。我知道你都會練呢，海軍姐，我說真的啦，也可以做特別集啊。
有冇特别？把我编不见了。总唔对啦，编唔见我编主持。编出来啊！我知道你真紧做得练，然后有时候我们雄青同乐会第1季、第2季、第3季、第4季。第5季，我有在他 PK 个特别集啊，是要有才艺表演。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我有看到的嘿，因为我比较注重于在看建设性的问题嘛。当然有你欧罗的啦，有你欧罗的那就是 small man。有些建设性的问题就会讲半点钟，按段时间就够黑了。猛操，哦，就会。我说怎么办呢？那么多人都要来报名，是不是？那么多人报，那我又要我也没有办法。对呀。那就看雄群朋友，你们对不对？来，你们无奈的地方嘛，无奈的地方。讲的好像讲的好像这2个人都在后台，有没有？每天都那个 FB 跟后台小编有冇？青岛你来报名，大编小编。真嘅，因为吼，因为那在雄青同乐会只有半个小时，一礼拜播出1集，1集半个小时。1次才看3个表演，他们说很看起来真是看不过瘾，不过瘾啊！影片那也没办法，我每次都给你用啥给不你了，有一些像制作单位给用。我们 any 希望吼可以帮更多乡亲朋友争取表演的机会。影片吼 any 好啦，那以后就带妆啊，有没有？当你都播出，你就青岛哎嘛。当你都播出，青岛哎，别，维持一个礼拜1次就其实有啦，就慢慢的，不过就会希望讲大家真的来报名，我们可以希望以后慢慢真的是密集的全台的这个循环。对，我还有见过那个参赛者来表演那个民俗技艺的吧，他其实呢，其实也鬼头耶。1整套的打完大概也要2点钟，没有，2点钟，黑眼就空的啦，大概也要15分钟左右才算一套。可是呢，我们的时间比青短大概只有2、3分钟，没啦，大概5、6分钟吧，他就打不到一半，所以他们就直接在台上就说，怎么那么快就到了？到底是什么？真挺，不过4个都在请假，最后的2分钟，我们好好跟雄青朋友来讲一下。先讲一下，永斌要未来现在筹备新专辑，有冇？他正在努力当中。嘿，因为会主持，会唱歌，会表演。现在就是很努力的在规划，因为吼，这个年的年底可能会出个人的专辑。希望做得到海军姐姐琼瑶做得入围金曲奖。谢谢。你有入围过嘛？对不对？有啊。我们现在为了我们的节目入围金钟奖。对。那接下来海军有什么新给鬼吗？我就很正常，我每1年就1张专辑，然后主持这2个节目就是很固定嘛。然后一些表演啊，然后接通告，然后家庭。家庭其实是我另外一块的重心点，所以我觉得我每天虽然讲看起来讲轻磨寒呐，不过时间还该分配的刚刚好，说1天就过了，真的好充实，很满足。好，不过今年真的清防疫做的有像海军他给甜心，还有小王子永斌的都鸦片，同他俩做最后的宣传。我们的首播时间，永斌有记得吗？有啊，记得啦，就系礼拜日按不头5点半，听出来记得。一定要記得咯，5點半哦，唔好白做哦，5點半哦，看電視蹦菜飯，真嘅。還有早晨條，我來屏東6隊嘅客家文化園區看表演。看表演，可能差唔多早晨頭10點半左右，能差唔多6點就可以來啦。我哋台北到屏東呀，真嘅，對。係，所以所有嘅鄉親朋友記得咯，禮拜日嘅不然5點半記得收看，係講要下去6隊來看到記得嘅現場嘅表演咯，聽下來實家家都看到預告，看到過後咧，是來做認同了。客家電視台有全新嘅節目《鄉親同樂飛來喲》，100喺度去屏東老大家見面了。冇錯，懂多、懂精彩、懂好看嘅節目，全部就會呈現俾大家哦。本日5號禮拜日，第6隊客家文化園區老熱登場。大家要記得哦，向下來獻奏，不用鬧熱咯。鄉親同樂飛，大家來上飛。